看台北看出了，咱看这台南的新营，伫咧初五透早呢，有一间农药工厂发生火灾。这工厂内面呢，有一寡农药甲消防的废水拢流入去排水系统，造成这大排水沟受到污染，变做是黄色甲青色。这环保局回应讲，已经有伫咧采样甲稽查，若准违法者上当会当罚到600万。 台南新营这间农药厂初五透早火灾，乌烟浸到天顶，那空气污染，厂方嘛因为处理袂力，致使有寡消防废水掺农药流去太子宫喷泉的排水系统，水起头先换作黄色，即阵阁变出青色，实际去现场也有化学味。在地居民怨叹鼻甲真艰苦，嘛惊大水沟的水质互人迫害去。边啊拄有一条大排，拄啊说伊可能火灾拍水流落来的废水吼。 拢变黄色的、青色的安尼啊，敢若拢有污染着啦。黄色的这个水就是这个杀草剂，杀草剂是一个水溶性的农药，毋过伊拄好昨嘛有了这个大雨，沁起顶悬的烟，可能会致使着这样的化学药剂会影响着什么款的影响着，其实我嘛非常的烦恼。随着污染的范围对新营工业区一直延伸到咸水甲华来大排顶，超过8公里。环保局讲透早水势有豆豆的恢复，不过有30桥底煞有寡鱼仔死去，目前已经有请药厂赶紧处理。另外，学者质疑这款有毒的物件掺火做火烧，会产生带恶性，呼吁政府要赶紧组织化学应变小组，嘛通甲乡亲交代到底敢有什么危害。 更明确的告诉老百姓，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物质，而不是让我们老百姓自己上网去查这家公司在制造什么东西。哇，它有一大堆的农药，一大堆的杀草剂，但是风险事实在工厂上面本来就应该要规范防范的措施。一、违反水污法开罚，最高可处600万罚款，并持续派员稽查促期，缩短善后时间。 同时，亦持续监看排水系统水质状态。这阵市府当咧采样调查，环保局呼吁大排沿线民众，伫水质也未恢复正常，唔通摕来饮产甲养殖，就惊环境佮受到污染。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。